大家好，歡迎收睇中達頻道。今日係我 Bobby 為大家報道收市評論嘅。大市方面，恒指報23,000幾點，升230點。繼琴日下跌之後呢，今日反而反彈翻上嚟，但成交額喺方面就冇太大嘅突破，就係約590億度啦。我就比較睇好短期內可能可以去到23,500點嘅。同埋嚟緊深港通開通或者之前呢，都係可以去到24,000點高位嘅。可能甚至會突破25,500點啦。但係所以目前呢個位置呢，我都係建議大家投資嘅。另一方面呢，中證監就話深港通預計會喺11月中下旬左右開通。屆時恒指應該會衝上一個新嘅高位。同樣都會帶動內地嘅市場。雖然大家都話滬港通就冇帶嚟咩太大嘅變化，反而係話上證指數同恒指咧嘅差距咧就越嚟越大嘅，就同定落嘅目標就不符合，可能深港通都會係咁，但係我就係唱好深港通嘅，因為深港通同滬港通唔同嘅地方有，首先地理位置上深圳同香港係近過上海同香港啦。往來方便啲。其次呢，就係深圳近年嚟或者話近幾年或者10年內都係發展飛快嘅。上海發展係當然都係快啦，但係更趨近於穩定嘅。潛力對比落嚟呢，就係深圳係比較大嘅，所以今次嘅合作應該會有唔同嘅變化。股票方面我就比較睇好2020安達體育，可以考慮作為埋伏深港通開通嘅長線投資。公司主要嘅業務係體育用品啦，係國內最好嘅體育用品商之一。2個月前就公布中期業績啦，顯示話係賺多咗成17%嘅。而且安達體育近年發展嘅重點一直都擺喺品牌宣傳同兒童體育用品方面嘅。呢個都符合體育用品嘅大發展方向，所以銷量上係不斷都有突破嘅。總結嚟講，安達體育係值得投資嘅。我建議大家買入價定為20蚊5毫左右啦，就目標價暫定為24蚊高位，大概24蚊5左右都可以嘅。止蝕位就係16蚊嘅。今日嘅收市評論就到此為止啦。以上純屬個人意見嘅，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本人蔡林志為證監會持牌人，截至本評論發表日子，本人及有聯繫者並冇持有全部提及之證券嘅相關財務權益。最後感謝大家收睇中達頻道。如果大家鍾意嘅話，以後可以多啲留意我哋嘅頻道。多謝。